所謂行行出狀元，今晚我哋好榮幸有一位傑出嘅人物同我哋一齊。佢憑佢嘅遠見，將一個概念演變成一間規模龐大嘅企業安利機構，而且喺世界各地有100萬名以上嘅傳銷商。佢係一位卓越嘅演說家，世界各地好多聽過佢演說嘅人都受到感染、鼓舞同激勵，努力向上，因而取得更大嘅成就。而家就等我哋同埋呢啲傳銷商以及佢哋嘅親友一齊，同狄維斯先生共度一個愉快嘅晚上。各位，我而家隆重介紹美國安利機構總裁，亦係創辦人之一嘅狄維斯先生。各位嘉賓，你哋係咪好開心呢？我相信今晚你哋一定會好滿足㗎。我今晚要講嘅話題呢，係包括幾個方面嘅。我想幫助大家解決一啲爭論嘅問題。呢啲問題呢，係你哋時時都會遇到嘅，係你哋思前想後呢，要尋求答案。我想講下呢門生意裏邊所爭論嘅問題。我想講下你哋究竟有啲咩本事，講下你係邊個，講一啲對你哋有益嘅嘢，加強你哋嘅信心，使你有更大嘅成就。總之呢，我會逐樣向大家講解，而通常呢，我係會咁樣開始嘅。歡迎大家到充滿爭論性嘅安利世界，就係咁樣開始啊。通常啊，人人都想盡量避免引起爭論，但係有時啊，爭論呢係無可避免嘅。有時候當我哋想做一啲與別不同嘅嘢，想喺人生旅途上有所進展呢，咁就會引起爭論啦。有一日啊，我喺格蘭河市演講，大概係扶輪社主持嘅。我喺嗰度演講過好多次噶啦。我入到去就話我要講俾你哋知，係奇妙嘅安利事業啊！我要同大家講一下點解安利嘅事業會成為一門咁有爭論性嘅生意呢？我就開門見山咁樣講，我話安利引起好多人爭論，因為呢，第一啊，佢係用直接傳銷嘅方法賣嘢嘅。我今日接見2個記者，佢哋猛講玄門推銷，我知道佢哋點解對安利會有呢種咁嘅想法。我對佢哋話，玄門叫賣呢種咁嘅老套方法已經死咗25年，你哋仲攞嚟講？我哋做嘅係一種傳銷生意，將產品直接送到相識顧客手上。我哋為自己做嘅事感到驕傲，但係你同我有好多朋友會話，你都係安利嗰啲人，或者要逐家逐戶拍門叫人買嘢啊，你啲朋友點都唔明，需要你再三解釋。有好多時你會遇到你想保薦嘅朋友咁樣講嘅，算啦，我唔想做啲咁嘅嘢啊。總之呢，佢哋就係講極都唔明，或者唔肯去明。我哋做嘅係直接傳銷事業，呢行有好悠久嘅歷史。舊時的確有好多商販用玄門叫賣嘅方式做生意，甚至有大公司都鼓勵推銷員咁樣做嘅。但無論點成功，啲人都會話放喺士多度賣就正統得多啦。好似我哋用自己嘅方法做，人哋就覺得你好古怪嘅。有一次呢，我喺密西根州弗里蒙特鎮一個社團度演講，基伯嬰兒用品公司嘅創辦人丹基伯先生當時亦都有出席㗎。佢問我中唔中意睇下我間廠啊？於是食完晏之後呢，佢就帶我去參觀咗一輪，然後就問我，你係唔係嗰間安利㗎？啲語氣呢就好似話你掂唔掂㗎咁。佢又話其實究竟有幾多人走去賣嗰啲嘢呢？嗰陣我哋大約有8萬個傳銷商，全年嘅生意額係8000萬。嗰陣基伯已經係間大公司，而家都好大。於是呢，我就問有幾多士多賣基伯嬰兒食品呢？佢話有5萬間超級市場，另外仲有4萬至5萬間辦館同埋士多。我就話你嘅分銷店都拍得住我哋喎。
我哋話，我哋嘅分別就係你將啲貨擺喺架度，而我就直接將佢交俾顧客。你哋要顧客嚟，我哋送上門，實際嘅分別就係咁啫。但係點解咁多人都唔願意接納直接傳銷呢？總係有咁多成見呢？你估我點同崔伯先生講？你嗰行啊真係好得意喎！個媽咪要湊埋 BB 去開車，睇下夠唔夠油先，揸住架車四圍兜，揾到間超級市場，跑架車，冒住風雨走入去超級市場，揾架手推車將 BB 放落去，然後推住架車咧周圍去揾嬰兒食品，走翻出嚟抱起 BB， 俾錢，拎起啲嘢照頭淋啊，走翻架車，然後揸車翻屋企。而我哋接到顧客嘅電話就會話：太太啊，你留喺屋企啦，我哋會送嚟俾你嘅。而佢哋啊，竟然覺得我哋好怪。事實上啊，你話邊個怪？所以你哋應該將顧慮拋開，唔使咁心煩，亦唔使理人哋講乜嘢。我哋嘅出發點係好嘅，唔會影響佢哋嘅生活，反而佢哋嘅閒言閒語咧會妨礙我哋嘅生活，妨礙你嘅將來。所以你要大步向前，將顧慮拋諸腦後。好啦，又講下第樣啊，不過你首先要擺脫頭先嗰個顧慮。我哋當然係與眾不同啦，我哋拓展緊一個新領域，而且係前途無限嘅。其實第樣引起爭論嘅，喂，點啊？後邊嗰啲咁興奮，我唔會忽略你哋嘅，聽到啊？我會記住你哋坐喺度嘅，唔使掟嘢過嚟引我注意嘅，知嘛？第二樣引起爭論嘅就係我哋嘅傳銷計劃。安利傳銷計劃開闢咗一個新嘅領域，佢係與眾不同嘅。我哋做嘅嘢係前所未有，所以梗會有啲問題。我哋不斷創新，啲人會話佢哋搞乜鬼啊？佢哋究竟想點啊？點樣做法㗎？有成百萬人喺度搞震，我哋要小心啲 hold 住佢哋。佢哋只係憑直覺，啲人就係咁啦。而我呢，我就見怪不怪。有啲朋友你請佢嚟參加聚會呢，佢會話：哦，我知道晒啦。咁啊最好啦！你試問佢鑽石花紅係點計啊？佢唔知啊？哦，佢咪話乜都清楚晒嘅。仲有行政專才鑽石花紅呢？翡翠花紅呢？紅寶石花紅呢？佢知唔知啊？其實佢乜都唔知，快啲去開會吧啦！我明白點解有啲人覺得得意啊，事實上係有啲得意嘅。試過用電話向人講安利未啊？你揸住電話出隻手出隻腳再出隻手唔係係腳如果出得夠嘅呢，就可以去夏威夷啊！如果你係新嚟嘅，你一定唔明我講乜嘢嘅。如果賣多啲建議力呢，就有足夠 BV 同 PV 就會成為 DD， 然後再做鑽石翡翠明珠，隨你中意。我哋咁多術語啊，人哋梗係覺得古怪啊！一個人啊，想要達至點嘅成就呢，希望有個點樣嘅前途呢，想過點嘅生活呢，想有幾多財富呢？呢啲都係由自己決定啦。呢個世界上有兩種人，其中有大部分人呢認為環境控制咗一切，但係有少數人就認為可以控制命運。世界就係咁至進步。好多人會咁講，你想我點啊？環境係咁，我有咩辦法啫？我就話我知環境點，但係你唔能夠向環境屈服噶嘛。你可以改變生活，改變你做緊嘅嘢，可以嘗試安利。就算你唔成功啊，起碼做嗰啲新嘅嘢有個開始。安利所做嘅係一種最基本嘅事。我知有人入咗安利，但係乜都唔做嘅。有時有啲人會問：你哋點揀人噶？我話我哋冇揀人啊。試過有個記者問我：你係人都俾佢參加噶？我話當然啦，呢樣就係呢門生意嘅優點。任何人我哋都歡迎啊！我哋唔會話你已經過咗50啦，就快攞退休金啦，所以唔歡迎你啊！傳銷商為自己做生意，我哋無任歡迎噶。唔理你幾老幾後生，唔理你係咪只係讀過幼稚園，唔理你嘅膚色，唔理你嘅種族，唔理你嘅宗教，我哋都會話各位兄弟姊妹歡迎你加入。呢個係安利最特別之處，而全世界亦只有安利係咁樣做嘅。呢個就係我喜歡安利其中一個原因。好啦，第三點令安利引起爭論嘅呢，就係安利係一間私營機構，而你哋就有自己嘅生意，啲嘢屬於自己嘅，就會做得特別落力。架車係你嘅，間屋係你嘅，個家亦係你嘅。
而安利嘅生意係屬於你自己嘅。當你同人講安利嘅時候呢，有人會問做安利賺到幾多錢啊？我話有啲人會賺到多啲，有啲係賺得幾蚊啊。咁佢有咩吸引力啊？點解啲人要做呢？有啲人揾得咁少錢都留喺安利做咩呢？我話可能中意我哋呢班人啦。事實上，佢哋係中意同我哋一齊。我哋唔應該懷疑中意留喺度嗰啲人啊！你喺安利每月揾多幾百蚊，我會好高興。你揾多幾百蚊，可能仲要過嗰啲揾成萬蚊嘅人。你要賺嗰幾百蚊咧，可能要嚟供你啲細路仔去讀書，可能要嚟供養父母，或者奉獻俾教會，或者要嚟做第二樣嘢，亦可能係交電費同冇得交電費嘅分別。無論你係為乜嘢目的加入安利世界，總要你有所成就，我就向你致敬。呢啲的確係屬於你嘅生意。我尊重所有攞到高榮銜嘅傳銷商，我向你哋致敬。有一次有個翡翠直系傳銷商話我會做鑽石，我話我對你點都一樣，我中意你，因為你係一個人。如果你想做得更好就做啦，但係鑽石亦唔會改變我哋之間互相尊重嘅關係。你嘅生意一路發展會遇到好多新嘅事物，有好多新嘅朋友，建立好多新嘅聯繫。無論你將來喺安利生意賺到幾多錢啊，都唔會改變我哋之間嘅關係。我哋始終尊重你係一個獨立嘅商人，因為安利咧係你私人嘅事。未講第四樣之前，要記住，唔使理人點講，唔使理佢問啲咩幼稚嘅問題，只要俾佢聽清楚，等佢自己決定，然後就繼續去揾第二個保薦嘅對象。安利第四樣引起爭論之處呢，就係我哋夠坦率敢作敢言。事實上，一直以嚟啊，我哋都係好公開我哋嘅信仰同埋方針嘅。有一日，有一個猶太嘅女仔，佢兩夫婦係翡翠嚟嘅，佢哋嘅安利事業做得好成功啊！佢哋走嚟同我講，我有一個問題，我唔中意佢哋喺聚會度做佢哋嘅祈禱。我話冇所謂啊，聽晚你上台祈禱啦。你知道嘛？我哋會尊重你，會為你鼓掌。根本冇咩值得煩嘅。呢個事業最偉大嘅地方呢，就係我哋有自由，亦有勇氣，企起身講出我哋嘅信念，唔會因為怕人批評而畏縮啊！我哋有勇氣講出我哋想講嘅嘢。我同第二啲企業家都咁講，我話點解你唔咁做呢？佢話我啲股東同僱員會點諗啊？咁當時我就話，你使咩理佢哋點樣講啫？唔通喺我哋嘅國家再冇人敢挺起胸膛企出嚟堅決維護自己嘅信念咩？如果係咁嘅，就真係一件可悲嘅事啦。你唔係別人，你係你。我一向都最敬愛充滿自信嘅人嘅。我唔係偶然出生嘅，你亦都唔係。呢個世界有40幾億人，都唔係無故出生嘅。每個人都係獨特嘅。你試廣遊天下，每個人嘅相貌談吐亦都會各有不同嘅。就算係孖生嘅都係唔同。所以點會係偶然嘅呢？呢個其實係創造。人類嘅生命實在係難能可貴嘅。我亦都係一樣，所以我覺得自己都算係出眾啦。因為我係個獨特嘅人，你亦係獨特嘅人。嗱，我哋每個人呢都係獨特創造出嚟噶。我哋生存喺世上係有理由同埋有意義嘅。你明白呢點呢，就會用不同嘅眼光，用愛心同埋尊敬對人，想辦法幫助佢哋成長。呢個係我嘅信仰，係我想同你分享嘅原則嚟。每個人都係偉大嘅。所以你唔需要理人哋喺背後講啲乜嘢，唔好理人哋話我哋似傳教士。你組入邊如果有猶太人啊，應該俾啲時間佢哋，要尊重佢哋，向佢哋鼓掌。如果有第二種教徒一樣係鼓掌，你要學識用愛心去對待人，去稱讚社會上每一種人。而呢一點呢，就係我哋做呢門生意嘅基礎嚟。第二個令安利引起爭論嘅原因呢，就係我哋崇尚自由企業，願意為自由企業而歡呼，而且我哋講得出做得到。我知道世界各地嘅社會主義者會因此而唔中意我哋噶，主要嘅原因呢，就係因為佢哋唔明乜嘢係自由企業。
佢哋根本不明所以，因為佢哋有一種觀念啊，認為有啲人變得富有啲，有啲人冇咁富有就唔啱。佢哋見到有錢人同冇咁有錢嘅人嘅分別呢，佢哋話呢個世界要人人平等，呢個係好偉大嘅理想，但係好似禁酒一樣，根本係行唔通嘅。事實上，佢哋嘅理想證明係失敗嘅。佢哋成日話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佢哋唔會明白到喺自由企業裏邊啊，你付出多一分勞力就得到多一分嘅酬勞，會創造出更多嘅新成就，然後調翻轉頭使整個體系更富有，使嗰啲生活水平較低嘅人得以改善，過一啲比較美滿嘅生活，就好似俗語所講嘅水漲船高。所以大家都見到喺美國，就算係窮人都有架車噶，但係世界上有好多地方呢，有好多人就望都冇得望。呢一樣呢，就係我哋自由經濟體系最突出嘅一種表現。我都聽人講過，貧者越貧，而富者就越富。但係如果你好窮，咁你用啲乜嘢去幫助窮人呢？有咩能力幫？你點去以身作則呢？如果你一無所有，你攞咩俾人呢？所以首先要肯定個人嘅價值，激發人嘅原動力，使佢有更好嘅表現，於是令到社會更加富裕。當富裕咗之後呢，就可以同缺乏嘅人分享所有呢啲成果，然後又可以創造更多嘅財富，更加富裕。呢個就係點解我哋全力支持自由經濟體系嘅理由，因為佢提高所有人嘅生活。不過講對自由企業，可能有啲朋友係需要一段長一啲嘅時間至明白，佢會覺得含糊。我哋心目中咧，經常諗嘅自由企業啊，都係圍繞致富嘅機會啊，或者係包含不斷發展嘅機會，係創業嘅途徑，係能夠賺取多啲錢嘅途徑，應該係咁。但係我要話俾你聽，我認為呢種觀念咧有啲錯嘅，呢個想法唔啱，因為我認為啊，自由企業有個圓滿嘅循環，各方面相互相成，機會咧係關係到責任同使命，你有機會增加收入，就有責任幫助嗰啲唔能夠自立嘅人。只要你徹底負責，就會功德圓滿，就會減少努力賺錢帶嚟嘅罪惡感噶啦。因為你咁努力賺錢，只不過係一種方法，使你可以幫助唔能夠賺錢嘅人。呢一樣就係最美妙嘅。呢一個係互相提攜、共同富裕嘅方法，係一個完美嘅方法。我同我太太海倫結婚嗰陣啊，佢堅持向教會奉獻，可能有好多人都作過奉獻，又或者有人未試過啦。總之我哋捐1/10收入，我唔係好有錢，有時候放咗錢入信封啊，又要去第二度借翻啲錢嘅，但係點做法都冇分別啦。總之我哋係有嘢攞出嚟同人分享，啲錢呢會去到教會、公益金或者健康中心，總之係幫到人，我哋就會覺得心境舒暢。去到教會嘅時候，總可以攞出我哋已經承諾嘅金錢，隨時有錢幫人或者捐俾有需要嘅團體。所以我衷心向你介紹，呢個係你實現自己抱負嘅最好嘅方法。我哋自己實行過，首先係用信封，然後咧開個來往戶口，冇幾耐我哋就成立咗個基金啦。一旦講到安理嘅事業，就會講好多嘢啦，講靚車啦、靚屋啦，間屋有幾間浴室啦，講到天花亂墜。但我希望以後大家幫下手改變形象。安理要改變形象，我哋要建立公司嘅形象，令人覺得呢個機構係美國最大、最闊綽、最有貢獻嘅機構。多謝大家。由於我哋嘅生意啊，係會接觸到別人嘅生活面，我哋關懷他人，同人分享自己所有，對整個國家都有好處。我哋而家開始就向目標邁進，希望你好快會有架車、有間屋、有你希望獲得嘅嘢，但亦要諗下其他人。仲有一樣嘢，我希望你哋多啲了解自己。我要話俾你知，你係幾咁偉大，係幾咁特別。只要你能夠下定決心，就可以達到你嘅理想。我又想講下呢個地方嘅偉大。我哋處身喺呢個消極嘅環境，成日聽到人話教育唔好，啲先生唔好，啲人猛咁批評教育。
開大會寫文章，各人有各人嘅睇法，我亦要講下我自己嘅睇法。我認為呢個問題好值得討論嘅。我有4個仔女，個個都比我優秀、高大、聰明，講起嚟呢，我係有啲妒忌嘅。你又點啊？事實就係咁樣。你哋嘅仔女係有知識，佢哋嘅能力咧，往往令你難以置信，仲知道好多佢哋嘅年紀唔應該知道嘅嘢。啱唔啱？我唔批評。安妮請咗啲年青人，佢哋一入嚟咧，就有人話啦，佢哋都唔識串字嘅。咁梗係啦，佢哋唔使識噶嘛。如果佢打字嘅話，只要個字差唔多啊，嗰部電腦咧就喺熒光幕串個字出嚟，仲幫佢改正埋，所以唔使識串字嘅。我個仔阿丹喺大學學到知識，有好好嘅經驗。睇翻我咁嘅年紀嗰陣呢，同而家啲醒目仔比較，我覺得奇怪啊！嗰個時候呢，我係憑咩揾食呢？阿丹接受緊安利內部訓練計劃，我嘅仔女讀完大學之後呢，如果想喺公司裏邊做呢，就接受5年訓練，一樣要揾10個顧客，保薦新嘅傳銷商，建立傳銷網，跟車搬貨到生產部門實習，處理財務工作，每個部門都要做勻嘅。咁樣佢哋將來至夠資格喺安理負起重任。而家就係咁做緊，佢哋好好啊！你哋嘅仔女啊，亦都係好好。你哋可以向前睇20年，你哋有啲仔女會從事安理生意，幫輕你，會創下我哋而家唔敢想到嘅紀錄。我哋會好佩服佢哋，所以我哋唔好再彈嗰啲教育工作者啦。調翻轉頭呢，我哋要讚佢哋至啱。你知啦，佢哋要承受社會上、生活上各種嘅壓力，樣樣兼顧，又要推行性教育，又要教導學生。一個教師能夠承受咁大嘅壓力，仲可以教導學生，咁你可唔可以揾10個顧客？其實我唔係逼你噶，不過係隨口問下嘅啫。我望住呢個美麗壯觀嘅城市，就會想到設計佢嘅人啦，想到維持治安嗰啲警察。無論你住喺邊，幾時都好，當你聽到後院有啲聲呢，警察都會好樂意嚟巡視下，而你呢，就可能驚到唔識喐啦。所以話要向佢哋致敬，向佢哋致敬。你要培養出鼓勵別人嘅態度，讚賞佢哋，咁樣就可以徹底改善呢個國家。而我哋呢個組織係好樂意將榮譽讚美送俾做好事嘅人。你今晚翻到屋企扭開水喉就有水啦，源源不絕，咁梗係好方便啦。因為有啲人負責睇住啲水泵操作，有人負責保證水源充足，有人負責啲水清潔可以飲用。我哋今日開會有好多人幫手，有人負責發電機嘅操作，使到呢個燈火通明，啲街燈着住，到你翻屋企啲燈亦會着住。好多人緊守崗位嘅，好多人照應呢啲工作，咁樣我哋只可以成晚喺度講成就。你哋聽過美國安理屬下嘅互通廣播系統喺幾年前啊，有人諗將人造衛星放上太空。再幾年前，有人諗到點樣登陸月球，點樣再翻嚟，所有呢啲嘢就係佢哋諗出嚟嘅。人類嘅腦袋係無所不能，能夠創造，能夠理解，做乜都得嘅。有人諗到將人造衛星放上天作通訊用途，所以而家呢就可以高度傳真咁將華盛頓國家交響樂團嘅表演傳播俾全國收聽，人人都可以收聽，因為我哋並唔係用普通嘅電話線，而係用人造衛星嘅。我哋將音樂發射上去，再射翻嚟全國嘅廣播站，而呢啲廣播站用碟形天線接收到啲音樂，然後再發射到府上嘅收音機嗰度。呢啲都係人嘅腦筋諗出嚟嘅。如果我哋將個衛星放上天，擺啱位置，咁佢就會跟住我哋嘅地球一齊轉，而且係停喺一個我哋所謂嘅地心軌跡上。只要我哋將佢擺啱位置，等地心吸力同太空拉力使佢停留喺確定嘅經緯度上空，而年復一年咁跟住地球轉，啲人諗到啲咁嘅嘢，你又點呢？得唔得啊？你可以保薦到一個人嘛？我諗得，要動下腦筋，要諗下你係幾咁偉大。只要專心去做呢，
一定可以做到嘅。冇一個人一開始就會成功，但只要鍥而不捨追求落去呢，終於會心想事成嘅。你亦都係一樣。嗱，今年開過鑽石研討會之後呢，我去過柏林，上東西柏林兩邊都睇下。有一日打電話翻公司，睇下有咩特別事啊，想逐個問候下你哋。講下笑啫吓。不過事實上呢，我亦的確記得你哋嘅，好掛住你哋。總而言之啊，我拎起個電話對個接線生話：小姐啊，唔該你啊，我想打個電話翻去美國嗰邊。佢話：你撥個一字啦咁。我話啊係噃，美國真係樣樣都係第一嘅話，係。嗱，就係咁簡單就得啦。只要喐下手指，將字盤撥一寸咁多，咁就乜都搞掂晒。因為有人諗通咗啊，安排好，只要你將個字盤喐一寸位呢，咁你個信息就會越過大西洋，一路接到翻嚟美國。有人負責電力系統，有人負責接線裝置，有人負責電腦。喺咁多人通力合作之下呢，我喺酒店只要撥個一字，就打到翻嚟美國。到我撥我個地區字頭616嗰陣呢，呢邊就決定接去佛羅里達州定加州定密西根州呢，再撥埋後邊嗰啲號碼呢，電話就響啦。喺我哋嘅社會上有好多奇妙嘅事啊！我話過我係美國傷殘事務處嘅主席，我見過好多傷殘人士，雖然身體係殘缺啊，但係識做好多嘢，令我覺得美國醫學界嘅貢獻的確好偉大。有人話而家睇醫生好貴喎，啲藥好貴喎。我話我知，但係我唔要啲平嘅藥啊，我要醫得好我嘅藥，我要最好嘅藥。我唔會理人哋講啲乜嘢嘅。有人話嗰個人搵成30萬銀喎，我話30萬又點啫？你係想要一個唔讀書唔勤力嘅醫生啊，定係想要一個最好嘅醫生，一個俾錢佢賺得抵嘅醫生呢？我就要最好嘅，最多牢騷嘅人呢，就係嗰啲一讀完中學就猛咁掛住追求異性嘅人，買架舊車玩啦，從來都唔肯去進修下，淨係識得彈呢樣彈嗰樣啊，彈嗰啲辛辛苦苦讀咗成15年書先至做醫生嘅人。我好尊敬呢啲勤奮嘅醫生。我係格蘭河市百達護膚醫院嘅董事長，我發覺嗰度有幾個黃綠醫生，當然啦，商人之中有奸商，傳銷商中亦都有冇商德嘅。但係如果你走入呢個城市任何一間醫院嘅急症室，就即刻會有人嚟照顧你啊！有人喺度隨時候命為你進行治理，佢哋醫術高明，學識淵博，而且好有責任感。我哋有次要買一部價值100萬美元嘅機器，可以進行快速照相嘅，指示動脈系統邊度有阻塞，特別係頸部同腦部一帶嘅血管添。目前嘅做法，將導液管放入體內，將患處抽出啲嘢嚟做化驗，但係花多100萬就唔使咁麻煩同咁冒險，要咁多管道走嚟走去至去到患處，淨係叫個人埋去影相就乜都清楚晒。但係部機器要成100萬，有人就話貴啲噃，我話貴啲都要買啊！我哋要為病人提供最好嘅服務，我哋要最好嘅，貴啲都要買，我哋唔想要啲次一等嘅嘢。似乎喺20年前去世，佢嘅心臟有啲唔妥，醫生話冇辦法啦，有邊機能唔妥，睇開啲啦，唔好做嘢啦，唔好走啦，唔好跳啦，坐喺度等死吧啦。而家啲醫生就唔會咁樣啦。佢哋直頭喺入邊換血管，放個活塞入去入邊，喺大髀度攞截血管移植入去。醫生話埋嚟睇下做手術，我話咪搞啊，我怕血㗎。佢喺度撥嚟撥去就係咁移植動脈，好快啊，手術就做完啦，病人慢慢就好翻啦。3個月後仲行得跑得。一個肯用腦筋嘅人啊，一定可以創造奇蹟㗎。咁你自己諗下，人哋可以啊，你可唔可以做到呢？你可唔可以？無謂多講啦。我諗你哋識得點做。我又講下啊，我有一個秘書，佢啊有隻大腿咧唔係幾妥嘅，佢哋俾過隻佢，令到佢跛嘅都行得。我外母眼部咧患咗白內障啊，佢哋幫佢割咗佢，於是就盲嘅都睇到啦，跛嘅亦行到路。我哋每日都創造緊奇蹟。
有個醫生朋友喺格蘭河市，佢係專醫嗰啲手部患咗關節炎而唔喐得嘅人嘅。佢哋諗咗一個方法喎，將新嘅關節移植入去，咁手部失靈嘅人呢，就可以用翻對手，差唔多好似以前咁靈活。呢啲就係靠佢諗到移植關節嘅方法。呢啲就係社會嘅奇蹟啦，係確認同讚賞成就嘅社會所發生嘅奇蹟。對於所有願意付出代價、付出努力研究出結果為社會服務嘅人啊，我亦都會同你哋一樣欽佩佢哋，向佢哋致敬。呢啲就係經常發生嘅事。我話過，我係傷殘事務處主席，有一日喺芝加哥去到一個復康中心呢，見到個冇咗一隻手臂嘅人，因為意外而鋸咗去。個醫生示範俾我哋睇，走埋去掹咗隻左手出嚟。我參加過2次大戰，見過裝喺膊頭上嘅嘢，你喐下隻手呢，就可以控制嗰個勾嘅，做開同合嘅動作，好快就控制自如。而家佢哋改良緊呢樣嘢，佢哋諗到個新方法。如果你揾到由大腦去到殘肢嘅神經線啊，於是就可以設法將呢啲神經線嘅末端移植到表皮嘅下邊，又加上個傳感器，使佢能夠感受到由神經傳嚟嘅大腦信息。於是呢個人呢，只要用腦諗下，隻手指公呢就會喐啦，就好似以前隻手喺度喐咁。只要用腦諗下，佢就可以將隻手腕啊轉動，只要佢諗呢，就可以做到。呢啲就係我哋做緊嘅奇蹟。而以後仲會有更多嘅奇蹟，佢哋有研究四肢同下身癱瘓，呢啲病呢係因為脊椎受傷、神經系統受到破壞所致嘅。而家有個電腦將大腦嘅神經傳感組織同四肢嘅肌肉聯繫起嚟，咁就可以喐得啦。我哋就係咁努力去追求，而且相信啊一定會成功。點解呢？因為我哋相信上帝創造嘅人嘅大腦啊，只要充分利用，係能夠發揮出神奇嘅功用。當我哋決定要做一件事嘅時候，就會令到呢個世界有所改變。我見過一個女人只能夠坐喺輪椅嗰度嘅啫，連想喐下個頭都喐唔到嘅，但係佢仲可以呼吸，仲笑得好靚。佢哋喺佢面前擺咗副電腦，佢只係識得呼吸，個電腦會使啲字母一個一個走出嚟。佢要打字呢，就靠吹氣嚟揀嗰啲字母啊，就係咁吹嗰啲字母出嚟，將佢放喺下邊嘅，再揾下一個字母。同時呢一部電腦會利用邏輯推理嚟幫佢，比如佢要咗個 C 字，電腦會俾個 E 或者 I 佢，因為呢兩個字母呢係最可能喺 C 後邊嘅，跟住出現嘅。於是呢，佢就係靠咁寫信，佢亦都可以聽電話，可以打電話，只要佢，咁係咪好神奇呢？所以你要掌握現有嘅嘢，掌握你現有嘅嘢啊！當你咁做嘅時候呢，世界就開始改變。你知道你可以將現狀改變。有一次啊，我為一個傷殘人士嘅大會做司儀喎，第一位上台嘅顯然係不良於行嘅，佢要咁行法嘅。佢將佢對腳嘅故事講出嚟，佢話：我12、13歲就喺孤兒院嗰度，從來都唔知道乜嘢叫做家，直到嗰陣啊，我都係冇腳嘅。跟住佢又話：但係我學識點樣應付困難，亦發掘出自己嘅潛能。今日佢係法律顧問，寫咗好多書，亦都做過好多大事。佢話：我唔係要人讚我，我只係想俾人知道我可以做到啲乜嘢啫。我要介紹第二個天生冇手臂嘅人。佢話俾人聽，佢唔使任何輔助器具就學識揸車，佢自己梳洗，亦自己着衫，佢可以用腳趾將信用卡同駕駛執照擺入去個袋嗰度，樣樣都用腳做。企喺度冇做得咁好，坐喺度就樣樣都做得到。我見過佢坐喺張台度，自己攞對眼鏡落嚟，好似我哋咁樣，但係用腳趾攞高腳杯飲酒，攞水杯飲水，以至食嘢，全部都係靠佢對腳。佢又著過書，佢係一個妙人，我都有一份佢嘅腳抄本啊。佢又話：我想話俾你哋聽，我點樣學識，係乜嘢令到我改變一切。我細個嗰陣，有時喺地板度想努力着好件冷衫，我猛咁喺度扭身扭勢，我媽媽呢就坐喺度，隔籬阿嬸呢都喺度。最後隔籬屋阿嬸忍唔住啦，佢就對我媽媽話：點解唔幫下佢？我媽媽就咁樣講啊，我而家就係幫緊佢啦，我係教佢有啲嘢係可以自己做，真係。你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呢？佢哋可以做到咁多嘢，
咁你呢？我知道你實得，只要你肯盡力就得。有一日我喺一間學校度對一班小朋友話，唔好俾人話你成績差入唔到大學，亦唔好呢再俾人話你唔夠醒目啊！其實你哋好醒目噶，只係未盡努力嘅啫，啱唔啱啊？佢哋個個都話啱。你嘅成績差係因為你仲未曾發奮，未曾認真咁應付功課。有時你會因為以前嘅成績差呢，就以為自己嘅頭腦唔及得人啦。其實唔係噶，只係你冇用到腦啫。你可以用佢做好多嘢噶。我要同你哋講嘅，亦係同樣嘅意思。只要你決定去做一樣嘢呢，你就一定可以爭取到好嘅成績。想做安利就一定要有10個顧客，唔係好大件事啫。但係對猶豫不決嘅人就好重要啦。你應該立即去做，認真去做，就會將你帶上正確嘅方向。你肯做，啲人就會聽你講噶啦。你嘅事業就可以發展。你開始做呢啲細微嘅事呢，就會有重大嘅事等你發揮。只要堅持信念，不斷努力，事業同生活都更加美滿。你哋個個都有家庭，有父母，有丈夫或者妻子同埋兒女，佢哋以你為榜樣。同時我對你哋亦都期望好大。我哋知道你係有本事嘅，知你仲未真正開始。我再講一個農夫嘅故事啦，係好簡單嘅故事。佢只係一個普通嘅農夫，我哋就當佢係丹佛市郊外一個地方，或者係內布拉斯加州嘅一個小鎮，邊度都一樣。呢個農夫擁有一大片嘅農田，嗰個地方好好，啲人亦都好好。我愛你哋，唔理你邊度嚟嘅，唔理你係乜嘢年紀，唔理你係乜嘢人，總之天下一家親。重要嘅係你要有決心。好啦。講翻個農夫啊，有一日有位女士揸車去兜風，啱啱個農夫呢將架拖拉機停喺路邊，嗰位女士停架車埋去啦，同佢傾過2句之後就咁樣話：上帝俾咗一塊好靚嘅土地俾你啊！個農夫望下佢，諗下自己點樣挖樹根，點樣除草執石頭啊，點樣填地窿泥平啲土地，辛勤咁灌溉。然後呢，就圍籬笆，做咗好多好多嘅功夫，至將農場整到而家咁樣。於是佢就咁話啦：小姐啊，你真係應該嚟睇下上帝喺田度做嘢嗰陣係點。道理就係咁樣，上帝利用好似我同你咁嘅人，使呢個世界進步。只要明白呢個道理呢，就唔會受到嗰啲對我哋講消極說話嘅人嘅影響，同時會正視自己嘅潛能。我哋感激自己嘅潛能，而且好好運用佢，可以改善環境，使世界得以進步。我而家要你知道，你係可以做得到。希望出年我哋有新嘅業績，有新嘅成就。我哋一齊努力，多謝大家，你哋會成功嘅。再見，多謝大家，多謝。